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每一座伟大的城市，拢有一条美丽河川。弯曲的溪水，让城市的线条更加温柔，嘛展现城市无同的风貌。但是，这个河川若是污染、反臭、反垃圾，是要安怎过来翻新、重现风貌呢？桃园的老街溪全长36.7公里，过去几10年来，互在地人当作是臭水沟啊，带离的深深的涂骹下，一直到2011年启动改造的工程，才慢慢恢复以前的风华。这个河边的步道甲烟花公园，嘛将做市民休闲的热门景点。另外，台中的柳川、立川，嘛是全台湾河川整治的典范。要安怎兼顾生态甲发展，幸互民众一条清气的母亲河，无同的城市的经验，咱做伙来看。清溪溪花绿草如茵，双边步道顶边有人伫咧行来行去，这是桃园老街溪的河滨步道。唔那散步尔，还有脚踏车的专用道，和民众享受都市内面的溪花风光。空气好啊，风景又美啊，河边又很干净啊，每天都走啊，很不错，非常不错。你喜欢来这里吗？喜欢。你喜欢来这里干嘛？走运动。很不错啊，我们社区大家来这边运动的话很方便的，好像是我们台湾的莱茵河一样，慢慢整治以后就会变成这种状况。过翠堤桥有规大片的草埔的新式公园，更加是在地民众运动休闲的热门景点。老街溪经过整治甲都市更新，活化再生了河川的自然生态美景。延过一条绕过中立区的都市河道，较早被当作是独立屋。以前非常不好，河水又脏。也没有像这个公园现在有绿化啊。以前那个这个没有整理啊，这个溪很臭。哦，现在不错了，现在这水都有流通，哦，都没有味道。整条那个老街溪都非常重要，啊，上游有8字郡，啊，那中间的那些很多都是引老街溪的水来灌溉，所以整个中立的平原呢腹地哈，几乎都靠老街溪的水灌溉。老街溪长有36.7公里，绕经过桃园的龙潭、平镇、中立、甲大园啊4个所在，流域面积差不多82平方公里，通人沿岸边的起厝，因为随着经济转型，嘛带来污染，和这条母亲溪身影不再美丽。两边工厂越建越多啊，两边的房子也越盖越多，老百姓排的污水，还有工厂的污水啊，整个把老街溪整个把它污染掉了。在民国86年的时候，又老街溪又加盖，上面很多摊贩，所有的排放的污水啦，又全部排到老街溪里面来。所以呢，那时候老街溪整个像一条臭水沟。这里是老街溪的中立段，大家可以注意到记者后方的提案，一边是砌石护岸，而另一边是混凝土。其实这边有一段特别的历史。1997年，桃园政府伫中央西路、中山路甲中正路顶起一个长725公尺、宽5公尺的商场甲停车场。下面的老街溪完全被砍掉咧。本来期待讲商场的进入会使带动商区的发展，最后因为无依照图来施工，无法出地证照，那空间放伫遐用，阻碍分化都市的发展。工业区排放的废水，更加好砍挂时期的老街溪出现中度到严重污染的程度，甚至拢塌掉咧。位在桃园中立的老街溪，在这次台风来袭的时候，盖在沿岸的好几间房子，因为地基整个被掏空，塌陷到河里面。2001年，那日风台东上台湾，强风大雨，更好老街溪崩旱成灾。人家厝地基被敲了去，倒伫河床顶面，砍过地段嘛，因为工程，所以这个水路变较矮，无法度容纳本来设计的洪水量。面落大雨就淹水。2012年，政府决定启动老街溪掀盖工程，铁柱塔起的商场，好带入都市地下22年的老街溪重建填进，同时改善水质，营造亲水环境。这一面墙就是当初老街溪拆盖工程之后留下来的遗迹，而它的上半部目前也规划成了步道，可以供民众散步使用。爬起的一张老宽的步道，会使看到真快的溪面。老街溪用另外一种的身影出现伫世间人的面前。当年地下室的壁变成为留落来历史痕迹。
拆挂了老家溪拓宽的河道强化护岸，另外一边规划做河川教育中心，推广环境教育，变成桃园的新亮点。20年前，这里都是盖起来的，盖起来这视线不大好。那时候阳光也晒不到了哈，还有那个就还少人走了。以前这里还有歌厅啊那些那些治安那时候也不太好了。跟现在就这样差很多。现在差很多，我们生意差不多都1倍出来啊。因为视线看得到了人潮还多。那个时候就是很乱的嘛，因为你那个根本是一种违章建筑嘛，对不对？我现在把这个整个那个河面都盖起来了，盖了又然后在这个整顿了以后呢，这个就是给我们有休闲的那个也良好的环境嘛。它的周遭两侧的房屋都会把它的原先是面对这个街道，然后把它转过来，就它的这个正面它的变成是来面对这个河川，然后那也可以经营很多一些商业的这个，比如小吃啊，或者是一些咖啡 shop 啊，或者一些这个小店、精品店，那这样就整个就把这个整个翻转带动起来了。贴石的护岸，多空城特性提供生物休困的所在，像改造真侪年的老家溪中立段，河岸恢复自然原貌，加上水质净化了后，或者鱼仔有法度洄游搁生团。不时阁有发现白灵犀、甲暗光鸟，多回形的河川政治，唔那方更加兼顾生态，也若无对影响河川的生命力。全部都是这个人工化的这个一些很精致的这些设施的话，那其实对这个生物不见得是好。那以后我们也会做一些种植一些在地的一些水草，让它就是说也有一些这个食物，然后把它的这个食物链能够营造起来，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水域的环境。为空中来看，这条溪日时充满绿意，真清气。若暗时，秘书是换上霓虹彩衣，真迷人。这是台中的柳川，经过2年的改造行动，2016年底改头换面，改变较早臭又搁垃圾的往名。小桥口有流水，2018年甲柳川知名的瀝川水环廊道嘛完工。龙川清水人潮回流，变成台中市新的景点，更加成为全台湾河川改造的典范。专家却是提出警讯，未来背后稳重生态危机，大量水泥化工程和生物无法度挖落去。为了美化溪上边放真侪装饰品嘛，引起热烈的讨论。过滤的这个所谓的洁净水，很容易因为温度升高，很容易有氧化，把整个原有可能的河川的生命完全剥夺，只能够人工放养。很多假花或者是假草的这一些设计，就是它表面上是让人愿意亲近水，可是并没有让人跟水的关系本质上有所改变，因为大家把它当作观光打卡而已啊。他并没有把它变成说我真的愿意走到水里面去，或者是说我真的愿意去动手维护这个都会型河川的健康。政府推行前瞻计划，其中水环境建设将会开280亿补助。台中瀝川的成功案例引起各县市伫学，估计2024年前将会创造88条亮点河川，甲420公顷的亲水空间。不过学者烦恼讲，一再复制，这河无共款都市河川失去本身的特性。很怕每一个县市政府都觉得人水关系就是观光打卡，然后这样子民众就认同，然后就有选票，然后他就所有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底下，什么样的地方，他全部通通都做成这个样子，这是比较让人担心的。对抗垃圾真歹，都市的溪民众毋茫改变，不过河川的治理袂使干那靠工程。人类为雨水种地转变为还地依河，最后是雨水共存。民众主动参加甲维护水环境，较有影响。其实我们在批评政府说，这个河川整治的不好的时候，应该也要回过头来自问一下，我们居民跟这个河川有什么责任？因为毕竟那些污水也是我们排放的，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去做一些事情？那所以如果能够让我们的社区居民有这个意识参与到这个河川的维护里面，那这个工作回过头来就会让这个污染减少。
世界美丽都市差不多拢有一条培育文化的母亲河相伴，带动沿海繁华。也要随着经济转型，今日都会型的河川因为污染，令人敬而远之。最近几年来，各县市政府积极伫整治，慢慢找回过去的风华。因为每一条河川拢有无同款的故事，只望讲改造行动下，会使找出家己历史脉络，做出一条在地独一无二的老溪风貌。要打造亲水城市，嘛爱兼顾环境甲生态，才会当来建造独一无二的河川的风貌。